花蓮近海半暝1點過後，是發生規模5.7個地震，上大震度有到4級。氣象署表示講這是今年目前規模上界大的地震，未來3天有可能出現這個規模5到5.5的地震尾，咱民眾愛特別注意。這陣有限車庫內所停的車大力滴搖。透早1點14分，花蓮近海發生規模5.7的地震，監視器完後記錄到鐵柱響響發出聲音。連續假期，規定人透暝的開講，福建家攏走出來，就趕快衝出來，因為其實今天0405嘛，因為大概前2年04、03，就是有大地震，就是心裡還是會有一點陰影這樣。感覺很大。有啊，就差不多5級。有沒有蹦蹦的聲音？有啊。氣象署地震測報中心講，這個地震是今年規模上大的地震，震央在花蓮外海，深度敢若17.5公里，屬真淺層的地震。第一時間針對宜蘭甲花蓮地區發布國家級的警報。除了宜蘭、花蓮、南投局部地區，上界大震度攏有4級，台中、彰化甲雲林也感受到3級的震度。除了屏東以外，全台灣攏有感覺。菲律賓海板塊，它跟歐亞大陸板塊。剛好這次的地震就發生在這個向北以東又向西北碰撞的這個交匯點。那大家也可以看到，因為這樣的應力的作用情形，所以這個地方特別容易累積能量。我們規模5.7的這個地震是今年最大的這個地震。那它所釋放的這個能量其實並不多大概是0.18顆原子彈的這個能量。地震專家郭凱文分析，這個地震可能跟美倫斷層有關係。伊講，根據台灣地震模型研究團隊的估算，美倫斷層未來20年出現規模6.6以上的地震，差不多有57%。今年以來，花蓮地震相對較少，嘛主要關心後續是不是已經進入活動期。記者採訪報道。